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一段情等到最后，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迄刘丁的甲我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呢，无这个话若传出去，恁袂甘了，搁迄死人面当个水袂菜啊！我甲你讲，美妇若是一个有眼光的查某囡仔，伊的想法甲因老爸无共款啊！也若亲像你这款要食唔讨趁啦，啥物人敢嫁予你，都无咧行唔知路个。我即摆是讲煞，是安怎？你今日后转受气啊？好啊啦，乌推啊！你咧念袂煞，你敢袂喙干哈？你一定要甲来宝讲我一线单，你才欢喜。本来伊就连一线都唔得啦，就是要你咧食咱啦。你今有一挂袂死啦！啊，我无讲错，我就出蛋伤关头，日落去啊破病死啊啦啊！当当是恁家的子孙啊，去共跪倒人的面头前，安尼会看你啊？哼，少年人，啊，我去找一下头路拍拼一下，见做就做一寡了表面上的工课，加使客人吃啦，用就走去跋筊，无就甲人安尼冤家相拍啦啊！怪美有啦，伊要哪会介意你？伊唔只去找别人，家己唔对，佫无检讨，佫伫要怪别人，啊？是啥物人看会介意你啦？对啦，我无路用，我无出头。啊，不过你敢要去想下，我是啥物人的囝？我是你的后生呢。像一个无路用的老爸，再生出一个无路用的囝，你讲对无啦？我也无你好气，怎么写你这个？好啦，别搁讲啊，愈讲愈唔像款。这桩代志本来就是美惠唔对嘛，不管伊是唔是介意来报，你着早就讲好清楚，嘛无需要偷偷去交房去查某人啊。家己的囝无出脱，唔通要怪别人。哦，啊你安尼讲，那是来报唔对。社会本来就作现实啦，伊若敢用我可怜哦，人哦就袂去嫁予别人啦。无你是啥老爸哈？哪会叫替别人讲话啊？我拢总无替别人讲话，我讲的是公道话。若无才调，就唔通去怪别人。对啦，我无才调，我无出脱啦。啊，不过你，像你一世人伫外口咧卖菜，我都唔相信讲你我有出脱，你我有出脱。你即摆讲啥？你即摆讲啥？你好啦！啥嘛？我讲，你老才调人出去哦，一脚毛就免拿转来。等下你甲我登去票，哼！恁爸就是唔捌看到过。是啥物代志啦？你搁咧冤啥物啦？退的啦！你敢无听你讲家和万事兴？恁安尼只敢一直冤吼，冤了在心了后，会互恁下家就拢走了了。母啊，你安尼困唔困？你搁出来遮创啥？唉，但听恁安尼咧冤家，我要哪困会去就好。唉。
阿母，阿母，起来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？不要紧啦，拄则恁阿爸咧生气吼，后袂讲的，莫囥伫习惯来啦。行，甲阿母转来去。我无要转去啊！既然阿爸看我遐无着，我想到就要转去互伊补救咧。来宝啊，你哪安尼啦？我知影你即马心情无好啊，先甲阿母转来去吼，恁阿爸袂阁对你安怎啦？听我话，好无？我无要转去，我无要转去啦！来宝，天下敢若查某囡仔遮尔啊济，连讲吼，阿母阁退一个比美云较好查某囡仔互你啦，莫去想伊啊！阿母，以后我无想要转去，你莫我管，我小冷静者好无？冷静者好无？来宝，来宝！你莫管我！但现在变到这款地步，拢是刘丁翁仔某变出头啦！遮尔久的朋友，竟然敢拍一个红棍互我搞！哎呦，啊！你是要甲我惊死哦？3更半暝拍我惊到头，我若准是啥物强死咧，我惊一个险险破蛋。你哦，你破蛋上好啦。你哪安尼讲？我恁翁咧啊！咋咧翁咧？无啊，无你是嫌我的体格无够好，讲我这啥物胸孔白白，亲像婚卵机场诶，这面翘翘，亲像月娘诶，人是三比八三啊，敢若僵尸共款。无啦无啦，你阮师母呢？我哪会得刚安尼讲啦？讲有影？有影啦！唉，无啦，那你是咧吐啥大气啦？都推过甲来宝带转去，推过脾气偌歹，你知影？我今日来宝啊，互伊电啊金死死啦！袂啦，有阿蕊啊伫的啦，迄推过哦去撞着阿蕊啊吼，甲迄个鸟车去撞着鸟的啦。哎呦，袂啦，无可能的啦。我迄日感觉对推过哦，有淡薄仔歹势。那是歹势啥啦？即摆社会和以前的社会吼，完全拢无共款啦。虽然吼，咱较早吼有约束过啦，讲等候美云啊、来宝两个若大汉吼，因两个有意爱吼，就互因结成翁仔某啦。也毋过你甲看，来宝即摆吼阿蕊啊吼，性甲爬上天啦，阁无学着啥物好功夫啦。咱美云啊对伊吼，这是一世人对伊艰苦呢。这桩代志吼，我本来搁咧烦恼讲吼，毋知要安怎甲推过提起啦。好你家在吼，咱美云啊搁巧巧。这知影来宝啊吼，袂可能吼，随去找文治啦，还阁来一招吼，先上车后股票啦。若无咱两个老的吼，有若对咧艰苦过日咯。你敢讲嘛好呢？知影通来嫁我，毋才会当生一个安尼水水巧巧的美魂。若无我你是生有哦。好啦，你较搞啦。恁两个吼，拢共款拢伟大啦。我以后吼，甲文治啊，一定会好依靠恁两个。哪有你这句话哦？我这个做白哦，翘脚练喙手啊啦。哎呦，你甲看啦，佮敢若亲像囡仔共款的啦。这是啥啊？这么晚？该袂是来宝来啊？啊，这来宝哦。你回来，来，紧，连哥你先入去房间，先入，紧。哎呦！你啊，你别坐啦。哎呀，阿蕊啊，来啦，紧来啦，遮坐啦，坐落来啦。遮嘛袂困哦。我要安怎困会去？无推去，甲来宝啊嘛甲走出去啊啦。哎呦，这个推过那脾气啊，永远就袂改啦。刘丁的啊，你三不五时啊吼，嘛甲推过啊苦劝一下。啊免讲啊啦，无推个甲来宝冤家吼，拢是恁美云啦。阿蕊啊，迄囡仔大汉吼，拢有因家己的想法啦。咱做爸母的吼，有若无法度啦。阿强啊，咱是几啊10年好朋友呢，啥咱这款代志你安谈遮尔久？无你是甲咱当作戆人啊？阿蕊啊，其实美云甲文治因两个交往遐久啊，我嘛拢唔知啊。而且哦，应该是迄个先上车后补票。阿蕊啊，
啊，代志已经发生啊吼，我看你也是叫你来买就死心啦。我当然会叫伊死心嘛，而且天下间的查某囡仔，比美云好几十倍嘛，真济啦，免惊咧找无啦。啊，既然你都有这个拍算啊，谁来请买，唔知道阮哪咧创啥？要来偷一口气啦！偷气，讲遐尔大你唔去偷，再来阮兜偷啥物气啊？无你的意思是欢迎我来？若是来佚佗的吼，阮是有欢迎啦。啊，毋过若来讲一寡五四三无营养的话吼，阮是比较较无介意听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哎呦啊，你嘛减讲几句啊，啊你也是人客呢。来，歹势啦，坐啦，坐你讲啦，了讲就好啦，忙安尼啦。哎，是有个啥啊？几个啊？二点，歹势，3更半暝搁甲你搅了。别啦，讲安尼，因两个人哦，拄啊差点，无啦，因两个拄啊咧开讲。来，坐啦。你啊，我就知影讲你会来找人阿某，但你来这要创啥啦？我是来这要找人讲几句话啦。害我为你一个心人了的，想要你。应该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浓散，情孤单，阮的心。讲这拢无路用啦，行啦，转来去，转来啦。哎呦，加再推过来，啊若无哦，恁两个吼真正哦，若我行我都唔知要怎处理啊。是讲奇怪吼，我推过要哪会知阿你来咱兜？阿爸母，是我开朋友带来啦。是你开哦，巧，啊若无哦，阿你哦，真正唔知要闹到什么程度。闹就闹，我咧甲你惊伊闹咧。妈，阿母莫生气啊。报请你食冰。你是安怎啊？无啦。无，请你食冰，你敢唔爱食？得要客气啊！我青我还袂透啊，但是我搁爱写模范母亲的作文，要安怎啊？我认为我无去第一名做班长。啊，若无我帮你写模范母亲的作文，你就会使专心读册啊。但是伊对我写好好的一条哦，我后尾才会当选上模范母亲。好，不过你以后袂使甲别个女生做伙，无我就把你的秘密讲出去哦。好。伊是我男朋友。你讲啥？伊是你的男朋友，啊我？阿爸、阿母，恁是见证人，当然爱签好。你莫计较啦，计较。这阮囝婿啦，过一阵哦要娶阮美云啊啦。已经太心啊！已经太心！我不敢玩，我不敢玩，我不敢玩啦！我不敢玩！我不敢玩了！
困死啊！袂暗好，阿瑞也吵到哦，拢袂困的啦。今仔也毋出去补倒转来就好啊嘛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毋好好啊补倒转来哦，你啊，你面皮哦，查人拢安尼会撩比薄。你是咧讲啥？你是嫌我老暗，想要娶细音？无啦，我娶一个就叫要重视啊，佮敢娶第二个，我都毋是头壳歹去过。算你要有良心啦！毋过吼，这话佮讲倒转来啦，像你这款男扮的吼，当年我也无嫁你吼，你是绝对娶无某的。拢是娶一个某，我是娶一只某。无等你是去个天公笑到，娶什么好啊？你讲一解啊？什么好？你添对啦，添对啦。我添唔对，什么好啊？你长补班，只要你个上我来公司，你这样辛辛苦你啊嘛。你下班以前吼，会去打电话给我，有闲我就来接你哈。明天等你哈，再见。再见。害我为你一颗心人了的，想要你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来宝，别走，来宝，紧等，来宝，别走，来宝。是安怎样啦？阿母，你是安怎呢？阿母，干你话啊大声！阿母，歹势啦，我来做面膜。唉，你安怎无？阿母安尼哦，惊一个不要再怎啊牵你杀去。阿母，你出来是要创啥啦？阿瑞啊，阿母都腹肚枵啦。腹肚枵哦。阿母，你先食一寡饼啦。等下吼，我再甲叫无退吼，外面倒来互你食。好啦，来，先食饼吼。好啦。你啊，你今仔厝的无出去啊？你倒来啊？歹势，我也毋知讲你伫厝的，我刚买一人份的面，转来要阿母食尔。退啊！你啊，大埔后倒来。你讲要出去冷静一下。遐老冷静，后冷静几暗的。文弟哦，好啦，无我家己回去。来宝，你做啥？我送你转来，呀。来宝啊，我甲你等就好啊啦。我一定要送你转来。来宝啊！行啦。来宝，这条路唔对哦，你是要走去倒？你免管遐尼济，点点啦。袂啦，阮的阿爸吼拢无问题啦，啊有闲还阁来交关啦。刘丁啊，人客讲吼，咱今仔阿爸怪怪呢。阿爸怪怪哦。敢会阿卡装无洗清气啊？哎呦，夭寿啊！你是阿爸专家呢，阿爸阁互食怪怪，无你店是要开无啦？好啦，等以后洗较清气就好啊嘛。阿伯，阿姆。文弟啊。文弟啊，你哪无去接美云啊？有啊，我临时有代志，靠我去接伊啦。毋过我去的时阵哦，伊人就走啊呢。阮倒是伫厝里啦。无啦，厝内我嘛有去找过啊。我想讲吼，看来才甲恁斗相共无啦。安尼哦，安尼可能是牵朋友去踅街啦。
你放心啦，我米粉袂拍拍走的啦。对啦对啦，咱大人大种啊，袂惊到胖去的啦。无定等下家己我转去来啦。美云，这个所在，你敢还阁会记？当然嘛，还可以记。恁一搬来台北，就是住遮的。无唔对，你记伫遮好。也毋过你敢知影，我是安怎要带你来遮？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。